这是一个让人真无奈的消息，有一个女网友伫网络社团写讲，伊伫昨早起10点坐台铁的车，要为台北到台南，想要到一个上车，发现讲伊的位和一对爸仔囝占去啊！伊请这个列车长来斗相共，验过呢，这个霸占这个位的查甫人倒伫这个椅仔顶，伫耍手机啊，态度佫无啥真好，甚至佫骂列车长，讲边仔这个囡仔有身心障碍证明，需要有人甲照顾。啊，这无位通坐，这个小姐呢真无奈，台铁也表示真实的。 台铁列车有一个查甫人咧耍手机啊，头国外一边，而且伊伫细细念。列车长好好甲考卷坐唔到位，佮颠倒，互伊骂。赶快协调我坐哪里啦？对，那前提是你先让人家，这是他原本买的位置，那我待会再帮你找一下位置。你先去找啦。 不管列车长安怎甲考卷，这位查甫人就是无愿意离开，而且明明是伊家己买2张无共车厢的票，说讲边仔囡仔有特殊的状况需要照顾。过程当中，边仔囡仔嘛拢无讲话，耍手机的声音嘛伤大声。列车长甲提醒爱关较细声咧，这位查甫人的态度佫真歹。啊，弟弟，我们那个手机要关小声一点哦，不好意思哦。你不要惹他啊，你惹不起他，我跟你讲。 大哥，我们讲话不用这么客气。很不开心，因为你都买票，为什么你要去坐别人位置？都有身心障碍手册，但是你还是妨碍到别人。霸占别人的位的查甫人态度真恶质，互当事人看甲硬气。虽然嘛讲列车长的态度真好，嘛甲伊安排一个新的位。 台铁局嘛回应，因为霸占座位女客囡仔有身心障碍手册，所以要求爱坐做伙。霸占座位的乘客违反铁路运送规则，按照规定会当解除运送契约。体谅到这位乘客有带身心障碍的囡仔，未甲伊赶落车，是先甲考卷协调换位，嘛用坐伫原本迄个位置的旅客会室咧。民众欢欢喜喜坐火车出来佚佗，所拄到这种无讲道理的乘客，嘛影响到出门佚佗的心情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